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海安，欢迎来到台语自修室。那我们今天照惯例一样，我们会教大家3个台语。那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今天3个都是名词，3个都是动物名。对，一定要教动物。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好，那第一个呢是长颈鹿的台语，有人会吗？我知道，麒麟鹿吗？对，麒麟鹿。对，麒麟鹿，长颈鹿就因为可能啊，我觉得啊，可能是它就是长得比较奇怪一点，因为以前的鹿就是鹿角很大，然后又矮矮的、啊，因为那个脖子也没那么长，然后因为有一个传说是麒麟其实就是四不像，对，那我那个长颈鹿脸我记得长得蛮像四不像。四不像是长怎样？忘记，反正就叫麒麟鹿，对，反正长颈鹿就是麒麟鹿，那你会吗？会，麒麟鹿。对，麒麟鹿。麒麟鹿。对，好，那发音是不重要，反正就是知道就好。好，那第2个是鲸鱼，鲸鱼有人会吗？鹰皮。但是我说的是海里面那个很大只的鲸鱼，那个座头鲸那一种。是多少鲸？好，没关系，我来解答。那个鲸鱼叫做海昂，对，它叫海昂。具体由来呢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它就叫海昂。对，就跟海豚为什么叫海迪亚一样。对，对，好，那你们会吗？会。海昂。对，海昂。海昂。海的老公海昂。没有啦，我乱讲啦，不是啦。好，第3个是企鹅。海的老公。企鹅。企鹅你们会吗？企鹅。没那么。我没有听过企鹅。企鹅的台语哦，其实没那么难，其实很简单。天狗。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提示好了，对，就是你想一下，企鹅它平常是怎样的一个姿势？姿势。对。站着。对啊。站。跳。对。跳鹅。对，企鹅叫跳鹅。对，企鹅就叫跳鹅。跳鹅。对，跳鹅。鹅是叫鹅。跳鹅。跳鹅。对，那会吗？会。跳鹅。对，好，那今天这3个比较简单的台语，那大家应该会学得蛮快的。对，好，那你们从头到尾念，把那3个台语念出来好了。第1个是长颈鹿，麒麟鹿。第2个是鲸鱼，海安。海昂。你为什么有点像哭的样子？快哭了。海安啊，不是海安吗？你刚刚是海昂。好，没关系。企鹅。跳鹅。好 ，OK， 那大家应该都是学会了。好，那我们拍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。那请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台语。OK， 拜拜。气无后头，零下马羊。高鸡到低，对啊，高鸡到低。